真侪健身房拢会提供浴巾啊，互人运动了后会当去冲咧。毋过，要注意咯，伫旧年有民众伫健身房的浴巾啊，触到涉甲粉碎性骨折。着议员呼吁讲，应该将防止触到的措施嘛列入去稽查项目。另外，伫台北是有一间出名的健身房倒塌，煞伫闪避调查，搁欠员工的薪水，即马嘛互台北市府间罚6万块。运动健身想要维持健康，也毋过有民众伫去年8月，伫有名的连锁健身中心运动，伫浴巾洗浴的时阵骨头受伤，腰脊骨支气，髋关节断去。目前生活无法度处理，甲健身中心2摆协调，业者所表示，浴巾本来就是会动下骨，陪同到急诊就医，也佫讲是民众头型才会骨倒，互家属真受气。它里面没有防滑，也没有把手，万一你有要跌倒的时候，会当滑好吧？伊拢无啦。没有办法自理，目前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对业者的这种态度，我是非常的讨厌，准备提告。业者强调，健身房浴巾的地装经过经济部标检局防骨试验，会还伫浴巾分岛有几摆关怀协调，无主文。民代指出，内政部111年已经明定防骨系数相关指导原则，呼吁北市府将防骨设施地装防骨系数提入是决策项目。有关健身房相关地面防滑系数的部分，目前在中央教育部或是在目前我们的稽查，确实这部分法律没有强制规定。另外，同款是健身房纠纷，有名健身房如天菲尼斯6月恶意倒店回避调查，加上欠薪搁无出现，北市府开罚6万。业者拒绝行政调查，处环帮公司新台币3万元的罚锾，而且没有出席劳资争议调解会议。劳动局也已经依劳动基准法规定，处环帮股份有限公司罚锾新台币3万元。因为业者继续唔出现，诉讼之外协调机制真歹进行。消保官建议消费者，若迄当时以路卡付费，会当尽速联系发卡银行，提出前期小款申请书期。若以现金方式来买课，是会当向法院申请合法支付命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